高雄车头的天棚，去年底启用了后，随便做民众去遐佚佗、打卡的景点。讲到这管理呢，目前是有保全伫遐巡逻，也那治安的维护是由附近3间派出所做伙伫咧负责的。 高雄火车头天棚启用了后，天棚顶舒适的脚踏车道、丰富的实物景观，加上正具特色的设计，真侪市民游客拢会来遮运动佚佗。不过，遮尔快的区域，除了高雄车头有派保全巡逻，其实天棚的管理单位是属于高雄市公园处，治安部分按算是交给警察局3名1分局来负责。有看到大概3、4位穿背心，就是背心上会写保全。其实因为规个天棚的范围真宽。 是交予附近阳明、石泉、甲哈尔滨3个派出所做过来管理，这嘛互民众烦恼，因若是毋知影位置，到时要报案是要找啥人处理？有人建议要有标示，3名1分局是讲，民众只要讲出报案的位置，勤务中心拢会当处理。倘若他说我是在圆形的空中花园，我们就会派查明所过去。 但是他若是他不知道东侧或西侧的这个部分，那我们也会请亲子中心接获这类似的报案的时候，立即就派遣的石泉所跟哈尔滨所的警网同时上去来做一个查看。你上简单的应该是用几何坐标，安尼严情要来处理嘛，知是不是？咱假设这阵220。 去21安尼。3名1分局表示，规个车头工程拢完工了后，原本敢若34位员警的阳明派出所，今年也会增加到38人，互警力有适当的调配。记者柯家族、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。